这个日月潭连落2天的大雨，这个水库总算有来入水了。中区的水资源局来统计到南投县的日月潭甲雾社水库，伫31点钟内，总共是加出到25万吨的水量。也毋过，同款伫咧南投，这个民间乡的清北溪，这2天敢若落沙巴雨，这个雨水根本都无到这个地层来食水搭。农民也是爱抽这个地下水，啊，讲今年的春仔地，安尼5分地地层水钱都爱开25000块，比无大旱时阵加出着1倍，这个地拢是化艰苦。日月潭落雨落2天啊，雨水上伫咧日月潭蒙袂景致，民众拢感觉真水。日月潭的街仔路，大家人拢吐雨伞，迎接大雨，这是真2天的画面。昨天下雨大概是从1点多开始左右下雨的，下了蛮长一段时间。水资源局统计，日月潭和雾社水库31点钟内近25万吨的水量。这些水存起来就可以延长我们整个抗旱期间的水库供水的量跟时间。南投的水库大进水，不过同款伫咧南投的民间乡清北溪，过去2天刚落沙巴雨，压地园的水无够，嘛是爱靠地下水。农民讲，雨水无够，靠地下水来种地，水费贵三三。地场行动嘛，拢规个拢应用电，毛利都被1半以上被这个灌溉水吸收去了。一吨的地下水爱25、26块的水费，每礼拜爱压1摆水。今年春地5分地就爱2万5的水费，比无可旱时阵加开1倍计数。农民拢讲袂好，讲希望雨水后摆来时阵爱落较大、落较久咧。即马全台湾水库，成竹宝山第2水库欠水率是4.6%，苗栗永和山水库欠水率嘛是4.6%，台中德基水库剩3.4%，台南曾文水库有8.9%。这水库的水量目前嘛是也个真少。